再来看为着保育台湾西部沿海的北海猪的族群，海洋委员会2021年开始，甲中部内的协会合作，成立北海猪巡护舰队。有一个婚林的渔民今年就回报讲哦，有看到北海猪11届哦。海保署嘛统计，2020年到达北海猪的资料库有69只的记录。今年哦，搁伫海上有看到5吨细只的北海猪。婚林的渔民尤景祥今年驶船出海作业，捌拄到北海猪真侪届，大家伊拢会甲渔船的速度放慢，用手机翕相录影做记录。尤景祥大部分拢伫麦寮、六轻南北区，伊也捌一届就看到20外只北海猪。今年拢总亲捌看到11届，得到海洋委员会表扬。我不是刻意去等它哦，我都要出港或进港有看到，我顺便拍下来的。之前的50-60。到现在可能一个族群看到最大群的可能就是20-30只，平常看到都是2-3只啦。为着要保育台湾西部沿海的北海猪，海洋委员会为2021年甲中部6区的渔会合作，若说渔民翕到北海猪，大概拢会提供奖金1000块。目前已经拢总有152笔北海猪珍贵资料，200个体资料库已经有69只。目前佫发现5吨是北海猪妈妈带海猪仔囝。经过今年度的回报的资料，我们很高兴的发现说，白海豚生宝宝，而且白海豚的母子对，被拍摄到的次数也高达，我们至少发现了5个。这样的母子群，小朋友是黑色跟灰色的，中老年就是白色跟粉红色。苗栗观光渔船船长王世通表示，伊协助北海猪研究15档啊，不过因为海化山条加歹、环境污染、人为破坏等等的因素，让北海猪的数量明显减真多。若说渔船会当甲速度放慢，记录生态，提悬渔民保育的观念，这对北海猪的成长嘛是真大的帮助。记者王伟雄、彰化婚林综合报道。